亲友，感觉祝福非常多，对不对啊？酒杯举这么高，好，酒杯举越好，后面的非常好，手都伸直了，这样就对了哈。等一下我数到3的时候，我们台下的宾客一起对我们这个大家庭说出幸福美满来祝福他们，好不好？准备好了没有？好，准备哦，幸福美满，来1、2、3，幸福美满，请干杯！恭喜这一对佳偶能够终成连理，谢谢。哦，看来爸爸妈妈都干杯了，非常好。我们台下的朋友也一起为我们台上的所有的这个新人干杯，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的部分呢，非常谢谢今天我代替我们的爸爸妈妈，还有我们的郑祥跟家军，谢谢大家今天能够在百忙之中来抽空前来参加他们的喜宴，他们心里非常的感激。那接下来，请我们台上的爸爸妈妈跟我们新人将手都牵起来，好不好？哎呦，郑祥为什么要吓一跳？你是多久没牵妈妈的手？他吓一跳，我说牵手，哎呦，他吓一跳这样子哈。好，我们呢为什么要牵手呢？就代表呢2个小家庭即将成为一个更大的家庭，未来的路上要相互扶持，一起分享生活中的每一个片刻，祝福他们未来更加的坚定，更加的踏实，希望更加的传递他们的未来，传递他们的后代。也请我们这一个大家庭给我们台下所有亲朋好友一个深深的鞠躬，谢谢大家，百忙之中能够来抽空前来他们的喜宴，谢谢。好，请我们爸爸妈妈入座，新人也可以入座了哦。好，谢谢大家今天这么热情哎，很难得在这个周末的中午，大家还保有这么多的精神哦。虽然肚子有点饿，前几道菜，但是没有关系。希望等一下晚一点的时候，大家吃得更饱一点，然后呢，更多的热情来祝福我们的